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
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喂，好，华语礼拜我们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又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才唱我们第一首歌《前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找3个人跟他说，很开心在主日见到你，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主，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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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生命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主耶稣。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救赎我命，你赐下真理，我愿顺服你。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洗净我心，成为你器皿，献给你耶稣，求你带领，主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生命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我们在一起从头敬拜。耶稣，我敬拜你，主耶稣，我们称颂你。耶稣，我称颂你，你救赎我命，你赐下真理，我愿顺服你。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承受你。主，求你洗净我每个人心，你洗净我心，成为你的器皿。主，求献给你，主，求你来带领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生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主，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合你的心，成为圣洁。主，求你让我们被你使用，倒空自己，求生灵降临，一
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我们一起来唱。成为圣洁，被你使用，掏空自己，求圣灵降临，一生一世，成为圣洁器皿，献给你，愿合你心意。主，求你一生都与我们同在。主，求我们这一生都能够为了主，你还活着，都能够合主你的心意。主，我们的心是属于你的，我们全心都要在这边向你称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是单单的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的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的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
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再一次感谢主引领我们到这殿中。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追寻你。主，求你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的旨意。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请预备的同工。感谢乐团哦，我真的很感动，有点受不了了。谢谢乐团的你们的领唱，让我很感动。愿上帝祝福你们。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你透过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的乐团，将我们众人领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这时候全然属于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主恩的美好。你拯救我们，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特别是在低谷的时候。你救离我们，脱离那些困苦、病痛、困难。主啊，谢谢你透过
乐团的服侍，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真的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真神，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全然谦卑自己，全然降服，再次得到安慰跟温暖。谢谢你，透过乐团，再次让我们心得到医治。我们回想到过去我们的人生，谢谢你那么爱我们，谢谢你一直引导我们，无论我们人生遇到什么困难，谢谢你也。今天牧师要透过传道书第3章，来让我们一种思想。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虽然我们还年轻，也许还不能做什么，主要但我们在你们心里，我们在你的心里是那样的有价值，主啊，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给你，做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上、自己的位置上面，能够发挥影响力，靠着主来发光。谢谢你，我们也献上我们微薄的金钱，求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你，我们也一起要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荣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可爱。好，我来报告。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志梅牧师有到这个李春生纪念教会讲道，应该还没回来，主持圣礼典跟召开小会。然后第二点待会中午12点，教务部的讲座在4楼如果待会2堂结束之后，应该还没结束，大家可以上去听。主题是教会巡礼就是基隆的古今风情。我们邀请到蔡尚志长老在4楼好，第3点，这边请主日学校长跟青少年的团契辅导，这边有青少年团契，在本主日将奖学金的名单跟积分交给教育部长那个郑梅姐那预计在下礼拜会颁发奖学金，请大家来注意。第4点，请各团契的会长将第4季10到12月份的团契活动的内容跟服事的排班交给在下礼拜前交给英英姐。第5点，11月12日我们重头戏我们乐团要办这个音乐见证的福音主日，那也会搭配跟往年一样，我们会有弟兄姐妹来做见证跟分享，那一起将耶和华上帝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请大家这个仔细来聆听圣灵的感动，特别是加倍的感动我们。那有意在这一次盛会中分享见证的，请在9月底前向牧师或庭医来报名。团契消息，在下礼拜礼拜天上午，我们一样9点45到11点15分，我们有一个在4楼有情色团契的聚会。我们最近在查博彦也有参加我们一个那个亲子教养的读书会，那很欢迎没有孩子的也可以来参加宇翔也可以来参加在我们4楼的后面的空间。好，那教界消息，10月14号礼拜六，北中教社部举办3支净滩的活动，那我们很踊跃，已经有一台游览车的报名已经满
满额了。那我们也为这个事情来代祷，就是当天的平安。奉献的明器，请大家自己来看。好，报告到这里。接着我们来看圣经，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传道书第3章9到15节。来，请下一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9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圣经读到这里，讲到一节牧师要用悲喜交织的旅程来跟大家勉励。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谢谢乐团的服侍让这个佑叔非常的那个激动、感动其实牧师也很激动相信其实生命的淬炼、信仰生命改变，他的领受会像海绵一样，它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是教会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透过你的话语，亲自来喂养我们，亲自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更多的对你的认识。因着对你的认识，我们产生了敬畏；因着敬畏，我们要带出行动，将我们自己如活祭献上，一生来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疫情之后，很多人都想要旅游，我想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不管出国或者是南北跑，每一个人都非常期待，为了这趟旅游都会很精心的一个准备。前阵子那个赵明到日本玩，就在群组问大家，迪士尼乐园怎么玩？就是做好做足的准备，希望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当中，让自己玩得开心。所以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像牧师回金门探亲，或者是钟长老常常1个月2次回满洲看他的妈妈，甚至我们教会各团契办的一些活动，我们都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旅游的旅程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个旅程的美好。但是关系我们人生命的旅程，就不是像旅游这么简单，去住一住，打包就回来，这么美好，这么顺利，这么满载而归。首先，每一个人对生命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人觉得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在每个人心里面的定义可能不一样。有人觉得生命就像春夏秋冬4季。有人说，生命就像一列很长的火车，上车就好像出生，下车就好像死亡。有人上车下车的时间很久才下车，有人上车很快就下车。在车上的这段旅程当中，每一个人会经历属于你自己的酸甜苦辣、高低，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非常的辛苦，有的人一辈子享受的荣华富贵、功成名就。就如传道书3章1到8节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传道书第1节到第2节。
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啊，因为不在那个 PPT 里面。圣经716页，其实大家很有福气啊，在教会里面很少会谈传道书。这个经文常常在殡仪馆的告别式会听到，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的人比死去的人更需要听这个。好，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翻到了吗？716页。好，我们让我们的嘴巴动一下啊，来，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人生活在这个世界，1到2节就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常常有许多的雄心壮志。我想每个人都有梦，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啊！哦，好几十年前哦，一个人竞选市长的那个哈，我们都想要梦想这个，想做那个。可是我们的生命常常会在这一刻经历的盼望，在下一刻经历的无奈。我想父母亲照顾孩子这样，哇，这阵子这下子啊，给他个东西，孩子好开心哦，把他抢过来之后，他马上跟你翻脸。这一刻我们经历了盼望，下一刻我们经历了无奈，就好像天气有好有坏。我想住在大直，最近新闻最大的就是大直基泰建设让隔壁倒。我想隔壁那个住在那边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家会倒了。生命常常就是这样交叉循环的出现。传道书接续在3到8节，你们可以一边看，又讲到世间很多的2种很极大差别的变化，在时间里面不断的一直循环。你们可以看795页。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有拆毁，到时候就会建造。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什么双子星是不是被炸毁了，拆掉了，现在又盖起来了。有哭有笑，结婚了好开心哦，谢亲娘的时候又哭了，有哭有笑。有寻找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有保守的时候，有舍去的时候，有喜爱的时候，有恨的时候。哪个国家有战争的时候，有和好的时候。牧师住的金门，在民国40几年、50几年代，跟对岸是两边是打得很恐怖啊，飞弹打来打去，死伤很严重。7、80年代之后，两边和好。这些大小生命的现象，什么时候拆毁，什么时候又建造，都不是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人只能怎么样？事后的嘛，亡羊补牢。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命是这么的无常、渺小、软弱又无力。因为人是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人面对种种现象的发生，就好像经历一段又一段的悲喜交织的旅程啊。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永远的好，但是你也不用怕，也没有永远的坏。我记得我跟志梅牧师去第一间教会的时候，有个那边很资深的牧师跟我们说：“你们去那间教会不用怕，因为那间教会是目前已经最坏的，那个间教会的景况已经是趴在底了，你们怎样牧都比之前好。”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坏。可是要是如此，我们会问：那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一生在竞争、打拼这些分数、排名、数字。从小是数字，考试的数字，股票的数字，存款的数字。那这意义又是什么呢？好像人生到人生到尾端的时候，好像都是虚空的虚空，很多都没有用的人。我们对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们觉得这样一切的努力都没有，你能接受吗？难道我们没有其他的一条路可以走吗？
今天的传道书的作者，他也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呐喊，在今天的经文9节到第10节，经文9节，传道书他这样的说：这样看来，做事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上帝让世上的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白话一点就是，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世上很多都是劳苦啊。你不觉得苦的事情比开心的多吗？上帝让我们常背负了非常重的担子啊，有4宝的担子，好重啊！4宝的担子，家庭经济的担子，家里有人生病的担子，夫妻感情那个担子。子群之前在做保险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适合做业务，他那个担子有多重，你们知道吗？我有时候水喝多了，3更半夜起来上厕所，怎么灯还亮着？打电动，我说你为什么？我祷告主啊，你救他好，不要让他一直在打电动。他为什么打电动？他不敢面对现实，他不敢面对太阳升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又要面对你的业务、你的业绩、你的压力。我们一生真的有很多很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担子。每一个人对这个做业务，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对某一些人，他是一种非常沉重的，非常沉重的。每一个人所要担负的担子都不一样。有的人是担负别人的担子。人一生的劳苦，我们总是盼望怎么样？我们可以掌握一点，可以计划一些，不为过吧？不管是从小的考试、工作、感情、财富，甚至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的心也是总是这样。我们希望可以满足自己在我们欲望上面一些享受，不过分吧？但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这样的想法，往往陷入了生命的罪恶当中。我们产生很多的今生的骄傲。我们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我的分数比你高，我的排名比你高。我读到前3所的台北的公立高中，我都读台之辈的大学，我都比较好的一个公司。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我们要想把人家有的都把它抓过来，都放在我这边。肉体的情欲等等的这些欲望，诱惑着了。人对万事的贪婪表现在一直我们享受生命，我们生命的一个主人。我们一直想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以至于我们的眼光一直很短浅，很短又很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都是现在，都是此时我能够得到多少，我能够得到多少。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恩师。美国的宣教师马约翰牧师，他从美国几乎可以说放弃进来台湾，我就不晓得他能够得到多少，他几乎什么都没了，他也没有想到，如果他今天走了，他葬在哪里？前阵子我们有一个前阵子赵明的他的爸爸去花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了花葬是什么，跟着游览车上去看花葬是什么啊？很多人觉得花葬也不错，花葬也不错。我们绝对不允许上个礼拜知梅牧师传讲的箴言30章第8节的祷告出现在我生命里面。我们看一下箴言30章第8节的祷告在讲什么。来，往前翻一下，大家翻一下圣经，箴言30章第8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礼拜711页，711页，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请。哪一个人要这样祷告啊？主啊，你不要让我太富裕，有没有人这样祷告？主啊，不要让我太贫穷。有没有？有没有人这样祷告？主啊，让我刚刚好，这个应该有吧？那你都做什么祷告？
主啊，卖我想好呀，没有人会这样讲嘛。人心很难满足的，多还要再多啊，薪水多还要再多啊。我能在这个世上哦，能捞东西就捞啊。房子我能捞一间够不够？不够2间3间。前阵子牧师不是分享吗？台中有一个医生有100多间房子，100多间房子啊！我们都在被这些虚假跟谎言欺骗了，你知道吗？被这些虚假跟谎言欺骗了我们的心。不过好消息是，世界的运作不是人说了算。大家很怕对面的习近平，但是不是他说了算？这世界不是他说了算，否则早就天下大乱了。这世界上凡事都有它的时间，它的时间，有伊的期伊的时啊，都有定期啊，凡事都有定期，都有它的规律跟次序。时间的决定，四季的变化。我们前阵子觉得台风会直扑北部，从北台湾擦边球往上飞往日本，每一国的几乎的气象台都这样。可是，在24小时的变内，它变成会直扑台湾，大谷翔平的变直球。可是它不理我们，再来一个下水球，对不对？这样的现象其实是告诉我们，四季的变化、台风的走向，根本不是你气象局可以掌握了。所以子群常会说，他们做气象常常被骂翻了，因为气象永远报不准，气象永远报不准。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人没办法左右。我们一直来看今天的经文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上帝将永生安置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将有一个永远的一个观念安置在我们的心。时间的主宰是上帝。上帝照他的时间创造万物，日月星辰，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群山峻岭，阳明山，上帝都看为美好，并且呢，按着时间到，太阳就上来。你们再怎么乱，我太阳照上来。台湾选举了，照乱，他不管，他时间到，他应该从这边夕阳照下去。不管人为的贪婪、战争，或者是你争我夺，或者是大自然的变化，台风、下大雨，时间、日子一样按照上帝的安排，每一天怎么样？每一天规律的在运作。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所描写的：晚上过去了，早上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改变这个，人没办法阻挡时间往前。说坦白，我们人对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认识的真的很浅很浅，而且一般人真的也不太想要去认识。牧师问一下，昨天台北的天空有星星吗？有抬头望晚上的夜空的，请举手。只有你，你昨天有去户外爬山嘛？你昨天有爬山。多久没有摸到树了？树。昨天有摸到树的，请举手。树，一个、两个，你看，两个。昨天有打小孩的举手。有打小孩。啊，我们对上帝的创造，其实我们真的认识很少，很少。以至于我们常常看的都是自己，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今天的经文12章、13章这么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一样爱我们，虽然我们想的都是自己，上帝一样让我们有得吃，有得喝，有时候一些你想去追求的梦想，一些梦想。但是啊，我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纵然得到很多的东西，也吃也喝，也出去旅游，甚至有人现在的工作，现在的收入都不错，但是有没有感觉到，开心总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开心总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内心三不五时还是会感到空虚。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感觉。刚牧师讲了，为了那个目标打拼，拼到拿到了，空虚竟然出现了。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一直期待结婚，期待结婚。这边有好几对期待结婚了，结婚了，突然感觉结婚也不过就是这样子。牧师没有问哦。然后很期待生孩子，一生了，气死了。要照顾他们，我一直跟子怡道歉，他小时候我会把他丢过床上，烦死了。开心，但是还的时候，我们常常一下子开心，一下子不开心。这种悲喜交织的旅程，重复一直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常常会感到忧愁、不满足，心里面没有平安。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经验，请举手。没有这个经验，实在是算你还很年轻才，你至少一个20岁以前，你才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如果超过20岁，应该都会有。这是很让人很猜不透的现象。当我们得到目标的时候，看到我们内心就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失落感。原因出现在经文的11节。经文的11节，经文的11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以至于会让我们这样的？经文的11节说：“上帝造万物，看一切都没有，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哦。因为有永生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奇妙的一个礼物，你们知道吗？人在世界上其实真的很劳苦，在过日子。我们常常受这个世界的时间、空间，很多的疾病、很多的东西绑住。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礼物，会帮助我们超越时间、空间，甚至帮我们超越许多的事情。所有的受上帝创造的动物，只有人有永生的观念，并且怎么样盼望永生。换句话说，上帝所创造的人，并不是只为了今生而活。上帝创造我们，我们不会只为今生而活。人照上帝的形象受创造，是为了永生来活。人因为有永生的盼望，人的心因为有永生的观念，以至于我们可以大概猜到一点点，意识到上帝奇妙伟大的一个作为，以至于我们人心会渴望，会向往，我们内心的深处会向往。我们那个内心的深处如果被满足，我们常常会很难过。我们那个内心会向往一个永远的一个家。常常在告别式的时候，鼓励在场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亲人至亲离开了，他已经回到永生的家。其实我们，当你跟上帝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浮浮的，你知道吗？大家都浮浮的，很不自然，很不自在，因为你感觉好像属这边，但是又不是属这边，你知道吗？但是人虽然有上帝赏赐的永生，但是我们却贪图这世界上的东西啊。传道书说叫日光底下
日光之上是指上帝，日光之下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成为时间跟空间的奴隶啊！很多人成为金钱的奴隶，很多人成为我一定要有一栋房子的奴隶，很多人成为我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地位分数的奴隶，以至于我们到生命的尾端的时候，我们都失去意义了。生命的空虚跟不平安，常常我们永远的一个枷锁。我们台湾的乡亲，不就是这样子吗？今天还是农历，有一天，上个礼拜，我记得是礼拜一吧。牧师跟社区的长辈说，今天是农历7月20，牧师跟你们分享死亡好不好？大家说不要讲死，啊，不要讲死哈。我本来是要跟他们分享哈，就是嘛，从那个开始一直到最后人生的落幕，这个当中怎么样让你们的生命更精彩？听到死，他们吓死了。我们看很多人其实很没有平安，想透过某些东西让自己有平安。这些不平安的东西一直枷锁着我们。不过上帝爱世间的人，他不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认识他认不认识他，不愿意你沉沦下去，被这些所捆绑，永生的存在，让我们和这个有限制的空间跟时间的这个世界，常常会感觉到格格不入。有一本书这么描述：基督徒在地球好像是地球的异类，相对于地球人，基督徒是外星人，懂吗？相对于地球人，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外星人。因为我们所思所想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不会有永生的概念。其实是有的，当他如果没有开启，想去追求的时候，他只是在追寻日光底下的东西。我们总是会格格不入，会让我们想到去原本属于我们该有的地方。就像我们出去旅游，不管去哪里，总是知道要回到家里面来。子爱白天去上学，到东区去上学，下课之后，他心就会跟他讲，坐上捷运回到家里。典义也是一样，回到三重的家，我们心总会回到一个我们自己想要属于我们的一个地方。永生，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黑暗，它指引我们回去那个家的一个灯啊，它帮助我们，就好像电脑重新设定。这个设定就好像我们悔改，重新操练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会盼望到上帝的旁边。最后，我们再看到今天的2节经文14到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这样的认识：万物都在上帝的手中啊。可是其实，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没被打开的时候，不会觉得万物都在上帝的手中。万物在谁的手中，对我们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就好像政治人物，现在政治人物选举快到了，到各个庙宇去拜拜，他真的很看重那个神明吗？不会。甚至很多的政务，很多的基督徒牧者，什么也去支持某某政党，其实是一样。你觉得那个候选人真的很在意你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吗？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我们一定要这样认识：万物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超越时间跟空间。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如果上帝没有办法掌握过去跟现在未来，其实我们这个信仰是会很悲哀的。
我们所信任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一个上帝。14章2节的一个关键就是，上帝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啊！上帝为我们弄那么多，天上飞的、地上爬的，群山万里，都让我们看。你们觉得这个台风应该怎么样？我就是不这样。上帝已经做了那么多东西，鸟语花香，给你们欣赏，甚至也让你吃，让你喝。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啊！这一小段牧师可以下个结论，就是永生帮助我们觉醒。敬畏上帝是一个行动跟盼望。箴言书1章7节这么说：敬畏上帝是知识的根本。敬畏上帝帮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生有时，死有时，不是人说了算，凡事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还有明天，这个不是你说了算。保险为什么会存在？保险为什么存在？就是会有意外嘛。敬畏上帝会让我们很谦卑，离开犯罪现场，就是离开我们贪婪的那些东西。我们抛下日光底下，就是世上的一些残累，我们的残累你要抛下，这些虚名、这些物质你都要抛下，走向上帝啊！因为走向上帝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我们人想回到源头。只有你抓住源头的时候，就像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会有什么？大部分啊，如果家里有家暴的不一定哈，大部分会有什么？安全感啊！回到家我们会有安全感啊！上帝是光，光会吸引人离开黑暗。当我们的心连接于永远的上帝，我们就会不断在生活的旅程当中去一直去操练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们这几个月都在讲箴言，箴言就是要有上帝的智慧，通过上帝的智慧操练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在重要的时刻去做判断。什么时候是重要时刻？每一天都是很重要。你不要以为每一天都每一天都很重要。你今天所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决定，在20年之后来看，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你那时候当下可能不觉得，所以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决定，我每说了一句话，夫妻可能就因为说了那一句话，就离婚了。好不容易恋爱几十年，长跑这么久，但是因为那一句话伤到他的心。虽然生命当中会有许多悲之交织的旅程不断的出现，牧师想，我们目前就身在其中。我们目前都身在其中。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内心已经站稳在上帝的应许。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会帮助我们稀释那些悲喜交织的经历。对永生的那个盼望，会让我们轻看你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你不会就握住了。永生的盼望可能会，太太可能讲那句话伤到你的心，可能那个时候，因为上帝给你的盼望，你会忍耐，你会用包容心来包容。太太可能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你的忍耐、你的包容，化解了你们长跑10年好不容易有的爱的一个。这个盼望也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病痛。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这次的考试，我这次的什么工作应该是我的，这次的升迁应该是我的，没过。这个礼拜6，我们中会教社部在文山教会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怎么样让社区跟教会接触，然后有请牧师过去分享。但是他们这个单位根本没有用力在宣传。昨天前一天到傍晚就给我一个信息说，因为参加人数不够，取消。佑叔，我已经准备老半天，听到这个消息你会怎么样？错愕。
而且都没有电话跟我联络哦，就一封信息跟我讲。我要感谢主啊，我的奖章还准备不完，还好我又可以多赚一天，我可以多赚一天。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有我们会很生气，可能打电话过去骂人，或怎么样，是不是类似的？类似的，上帝会让我们有智慧去判断，这个盼望会帮助我们，会让我们内心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啊，平安跟喜乐啊。我们可能在我们一辈子生命当中工作什么，我们拼了半死，不就为了让我们这个家好，或者让我们有平安喜乐？可是拼了之后回来又是吵架。太太说：“你对家里的事情你都不顾哦，你最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先生会说：“啊，我在外面打拼了半死，那回来看你，黄脸婆的那个脸色，类似。”我们会有很多的平安喜乐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成为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基督徒和外面一般非基督徒一样，会面对很多日程当中琐碎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甚至身体上面的病痛。生命一样会有很多有起有落。一生的当中，我们常常我们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计划，但是都没办法多年之后都没办法按照我的意识来走。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注意到说我们要吃、要喝，或看重我自己可以拿到多少、怎么样。我们都有尊贵的一个身份啊，弟兄姐妹。当你受洗，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很尊贵的。牧师没有很特别常常强调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身份是尊贵的。我们要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意识到我们是基督徒，意识到我们这个身份是上帝基督用宝血把我们救赎的。要让一个人承认耶稣是主，然后受洗，那是很困难的。我们这边有好几个不是基督徒牧师当初也是这样子。我活了30几岁，没有人跟我讲过耶稣我连教会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三会你们是非常好的嘞。竟然还有朋友带你们来这边。我们每一个人受上帝的呼召，我们在世上有任务要完成。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存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用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的来荣耀我们的主。你要在家里面荣耀你的上帝。你要在你的职场上面又是我宣布消息了哈。我们佑叔9月的时候，他得到那么海巡署模范，哎呀，要颁奖模范，哎呀，来，他可以邀请他的太太、他的妈妈，他也邀请牧师去参加，他在一起分享这个荣耀。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上面，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上帝，不只是在教会而已啊，在教会而已。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的信仰需要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操练。这是21世纪基督徒最大的危机，信仰世俗化。我们一回到职场，回到家里面，突然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做得出来也看不到一点点光。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我们要看对的敌人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常常弟兄姐妹问牧师：我要如何了解上帝的旨意？你跟上帝都没关系，你怎么可能了解他的旨意？宇翔，你知道若愚喜欢养什么宠物吗？大声一点。狗，对，因为你了解他嘛。若愚，你知道宇翔喜欢什么运动吗？喜欢说。篮球，有了解嘛？对，要了解嘛。你问我上帝，牧师，上帝要如何了解上帝的旨意？我要如何知道上帝对我讲什么？我遇到那么多的问题，我要怎么处理？牧师，我好烦哦。生病的人一定要有什么病识感，才有办法被医治。信仰也要有信仰危机感啊。我们要长存信仰的危机感。
这也是耶稣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警醒、警醒，不断警醒啊！魔鬼就如吼叫的狮子一样，只要你一不注意，他就把你抓走了。那个马上抓走，你还可以发现到，意思是他不把你抓走，就让你在那边慢慢腐坏、你自己都不知道，温水青蛙一样。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信仰的危机感建立在敬畏上帝的态度开始。教会是帮助我们操练信仰的一个地方，透过上帝的话灵修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按着新眼光读经已经6年了，正式迈入第7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按着这个新眼光读经走。如果你没有按着新眼光读经走，每天上帝的话灵修祷告，你问牧师，我要如何了解上帝的旨意？牧师，我要如何知道上帝对我说什么？牧师，我遇到的问题我要怎么处理？牧师真的也是没办法，牧师真的没办法。你有没有很参与教会的许许多多的团契？我听到佑豪讲很开心，牧师，我一定把礼拜四那个晚上一定把它空下来，不管怎么样，客户要怎么，一定不能礼拜四。他就把那个时间空下来，一天可能你没有感觉，1次、2次、3次、4次，1年、2年、3年、4年、5年、6年，在团体当中，上帝我们看不到，可是从刚佑书的感动当中，我看到上帝。从弟兄姐妹在分享说他怎么样跟父母亲的关系改变了，我看到了上帝，以至于我也愿意试着做做看，跟我的家人恢复关系。然后当我又分享在小组里面分享说，我跟我爸妈的关系也改变了。哇！上帝在我们建成教会好多的团契当中，你们知道吗？昨天圣歌队的队长没来，副队长、五郎长老，他也上去分享，他也觉得他好累哦。他上面有爸爸妈妈，下面有那个小的，可是每次他帮他可勤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好像上帝与他同在，他觉得上帝的力量真的是在帮助他。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圣歌队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受到激励，因为前一刻我们的指挥若琳才在分享，一边分享就哭了老半天，但他的分享给很大的激励。我们教会很多的服事的机会，乐团每个礼拜五，琴社，上帝把他抓住，不让他到日本去，他已经气死了。上帝为了琴社把他抓住，不让他去日本。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要让你跟我做更大的工。乐团这样每个礼拜服事，在这个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上帝对你的爱，你会更谦卑，你会有新眼光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上帝的呼召随时临到我们，不管你年纪多大。刚牧师也对台语堂的90几岁的阿公阿嬷说，上帝仍然现在要对你呼召。我跟他们讲，前几个礼拜我去参加社区一个长辈94岁的佛教的告别式，我穿了牧师服去参加，他的孙子20-30个人，会后大家非常的感谢，感谢什么？感谢教会在妈妈年老的时候有给她一个地方学习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爱的一个种子下去。上帝对你们呼召，我们要说什么？我要。今天我们要唱的这个回应是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用我，求你用我，求你来用我。圣灵的保惠师随时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真的很有限，你可能明天就不在了，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明天就不在了。不要以为今天看到牧师，明天可以看得到牧师。没看到牧师的时候要常常看，让他笑，这是真的啊。
有一天3更半夜，牧师的手机又响了，我吓一跳，有人按到了。我们常常，我们意识到生命本就是人很有限，但是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上帝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谦卑来服侍上帝给我们都安排了。又是上帝给你好的安排，你顺服，你顺服才能蒙福啊！你顺服才能蒙福啊！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回应诗。一起来唱《我心属于你》。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们一起再来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为你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为你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像牧师以前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需要。当在我自己觉得是事业的巅峰的时候，牧师压力过大，有一个晕眩，非常严重的晕眩。因为吃药的关系，让我变得有点呆呆的。同事们不敢讲，因为才能控制住。我一个客户跟我讲，他非常的熟，他跟我买过很多的房子。店长，你怎么看起来呆呆？弟兄姐妹，牧师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难题，身体上面的病痛，家庭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我们要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挪去。主，你不单单要将这些挪去，你还要来使用我，你要来使用我，成为你的器皿，而且带了我翱翔，开我的属灵的眼界，让我不单单只是看到世上的一些虚有的一些东西。感谢主，上帝医治了牧师的晕眩，
我在一次的祷告当中很感动当中，我真的把药大力的丢出去。当上帝医治我，当上帝要我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我回应他的呼召。弟兄姐妹，上帝也在现在要对你们一样，在一个呼召。我们要大胆的跟上帝，主啊，我在这边，求你使用我，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将那一些不好的东西挪去。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没办法挪掉到它。主啊，你帮助他。主啊，我有一个困难，你来帮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同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上帝让我们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我们现在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我们准备起来，可以一下啊！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我们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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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华语礼拜到这边，今天非常感动，很多有掉眼泪啊。要不要再跳一下？要不要跳一下？耶！华语礼拜到这边，大家可以互相交谊请安。